才蠢，你才二呢！什么般配不般配啊？本姑娘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呀？你还有闲心思练剑啊？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我在那儿等了你多久啊？电话也打不通，明明说好的事儿，为什么要爽约？哦，我刚来找你，但我看你和白蓉玩的挺开心的，所以没打扰你了。东西呢？你可以先给我。你别误会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虽然我不太苟同白蓉看女人眼光，但是你们一个蠢一个恶，还是挺配的。你才蠢，你才二呢！什么般配不般配啊？本姑娘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呀？往来往来，你就不能长点心啊？谁认真谁就输了，你不知道呀？哎呀，装都是魔鬼呀！拽什么拽？搞什么呀？哎，看见没有？视频已经传开了。你这么兴奋干嘛呀？省得他天天勾引我男神啊！你瞧他把白龙迷得神魂颠倒的。要我说啊，要是苗里能收了他，也算是为民除害。你说什么呢？谁收了谁？不说谁不说谁，苗大神哪能看得上他呀？就是呀，娇娇姐，不用担心，他现在的美名啊，那可算是远扬了。你想想，这苗里什么性格？那么高冷，他一定最讨厌这种事儿。活该，臭死他才好。汪来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汪兰，我问你啊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好姐妹？当然是啊，你干嘛这么问啊？还弄得这么严肃。你当我是好姐妹，这么重大的事情干嘛瞒着我？什么重大的事啊？现在全校都知道了，就我还蒙在鼓里。什么事儿啊？呀！你才蠢，你才二呢！什么般配不般配啊？天哪，你不知道呀？这谁录的呀？不管是谁录的，这录的是你吧？跟苗大神表白都不跟我讲，还说当我是好朋友，我有点不高兴了。但是鉴于你这件事做得很帅气、很惊喜，我还是可以原谅你的。帅气？当然帅气，一言不合就表白，我很支持，很欣赏，我要手动点赞。虽然在视频上苗大神没有回应你，可是也没有拒绝你啊，我看有戏。有什么有呀？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视频了。是啊，我觉得看到也好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咱们怎么着也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下来，宣示主权。主席，天哪，车祸呀，丢死人了！啊！我说你这是做什么梦呢？还哼哼唧唧的。别搞我！我说你做春梦就做春梦，别出声行不行？
哎，大早上的，你看什么小电影呢？哎，这不汪澜吗？是啊，汪澜这是搞什么鬼啊？汪澜怎么了？你自己不会看啊？哎，不过我提醒你啊，千万别受刺激。哎，这是拦也拦不住的节奏啊！哎，你别激动啊，我看呐，苗里不这也没答应吗？我看这要出大事。这何止是要出大事儿，这简直就是要出大事儿。年轻人呐，说走就走，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。让你的嘴贱！啊，我真是对那个汪澜无语了。就是，真是搞不懂他这种人。不过这事情都有两面性，但是娇姐吧，我觉得其实这汪澜告白是好事也说不定呢。哎，你说，这2年，但凡跟苗大神告白过的人啊，都直接被他拉黑了，是吧？对待那些爱慕者，那叫一个残忍无情啊！所以说，汪澜基本上也是个下场。就是，跟苗大神告过白的，没有1000也有800的吧？你看你这癞蛤蟆吃到天鹅肉了。对。苗里当初肯定是被他缠的没办法了，才会给他加选。谁知道这个汪澜没皮没脸，他表面看上去人畜无害，其实就是个心机 girl， 也不知道他爸妈怎么教的。娇娇学姐，怎么了呀？继续呀！你跟我说说，我怎么就脸皮厚，怎么就心机婊，怎么就没家教了呀？你，汪澜，你跟学姐们说话注意点。就是，我不就表个白吗？关你们什么事啊？啊，我们可没说过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！再说了，表白被拒的人又不是我，从古至今跟苗里表白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，但是告白把男主角吓跑的，你算是碧溪学院头一份了。表白的人不少，名位也不少你一个，但是如果别人不答应的话，有的人再死皮赖脸，那就是犯贱。我喜欢我乐意，至少我还敢表白，不像有的人呀，总是一副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样子。因为他明知道会被拒绝，所以他坚决不敢说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为了在苗里身边待得久一点，所以才忍得这么难受，哦，是吧？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就是欠收拾！不许动我们家汪澜！你又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你们3个欺负他一个，要脸吗？小跟屁虫又来了。你说谁小跟屁虫呢？小桃，我们走，不跟他们3个人一般见识。哼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王兰，你干嘛呀？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都这样了还不丢人吗？我都无言苟活了。那有什么呀？爱情的火花那不是说燃就燃。再说苗大神又没拒绝你，他那个人那么高冷，我觉得你再追一次都可以，再表白一次，要继续出击。哎，求求你别说了，我的内心已经很脆弱了，好不好？走。走。哟，白大少，闻风而动啊！汪澜，
你真的要跟苗里在一起吗？不对不对，我问的只有问题。王兰，你不是真的要跟苗里在一起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要和他在一起，是他要和我在一起。别吓着自己。他又不是你土匪。王兰，你不是真的要跟苗里在一起吧？你疯了？谁要和他在一起了？你是不是说胡话呀？哎，王兰，你等一下。有事吗？那什么。你要说什么？有话快说。如果是关于视频的事儿，你就不要说了。那你不是真的呀？嗨，不就丢人吗？丢人的事儿你又不是没丢过，表白失败这种事儿人间常情。我是过来人，我懂的。屁呀！去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哎，王兰。